1968年，大哥用咗多年嘅積蓄，將呢架積價420G買咗落嚟。嗰陣嘅佢見證大哥事業嘅巔峰，陪過大哥接太太過門，車住全家穿越整個香港嘅公路旅行。但歲月不饒人，佢已經銹蝕同零件老化，而大哥嘅太太話：如果可以整翻好佢，你話幾好呢？於是。做自己